我想同大家深入分享一個好重要，甚至可以話係轉化我哋諗法嘅概念。我哋嘅新年計劃其實唔係喺度許願，而係要學習做管家。聖經彼得前書4章10節咁樣講：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呢句經文提醒咗我哋一件好重要嘅事，我哋新一年定計劃，目標唔係要證明自己有幾勁，或者今年要變得有幾犀利。相反，我哋係要學習點樣忠心。神將時間、恩賜，仲有我哋嘅靈命託付咗俾我哋就要學下點樣好好咁管理呢啲寶貴嘅資產，成為一個神所喜悅嘅好管家。好多時我哋定計劃，心入面諗嘅可能只係一啲好表面嘅嘢，例如我今年要讀多啲經，做多啲運動，賺多啲錢。但其實呢啲都只係外在嘅目標。神真正想我哋學習嘅係點樣成為一個好管家，即係學識珍惜神俾我哋嘅一切，好好運用，唔好浪費。其實計劃本身就係管家嘅職份。我哋可以分開3個層次去睇，先做好自我管理，包括管理好自己嘅時間、恩賜，仲有靈命健康。先成為一個好管家，學習對神忠心，將手上嘅嘢打理好，先至可以好好服侍。有咗前面2樣，我哋先有力量去服侍其他人同埋群體。聖經箴言16章3節話：你所做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義。路加福音14章28節，耶穌亦都提醒我哋，起樓之前要先計算花費。呢2節經文都係想話俾我哋聽，計劃唔係一時衝動，而係要務實，要交託，更加要計清楚成本。所以今日我想帶出一個核心嘅洞見，你一定要先管理好神託付俾你嘅時間同恩賜，你先至有能力、有效率咁去服侍其他人。弟兄姊妹，今年我哋唔單止係要定一個新年計劃，更加係要轉變心態，由我想點樣變成神託付咗我乜，我要點樣忠心回應。只要我哋心態轉咗，我哋先可以真正做到齊靠主得力，天路同步走。